雅各书第3章，兄弟姊妹，恁中间毋通有真侪人做教师，因为恁知做教师的人会受较严格的审判。因为咱大家拢常常犯真侪错误，讲话无错误的是完全的人，伊袂晓控制家己。咱用马加姜斗伫马的喙里，互因顺服，通控制规只马的行动。搁看，船虽然遐大只，互大风吹拍，只有用一支细细的船舵，甲伊控制。驶船的人就袂当照家己的意思驶。亲像安尼，喙齿是细的器官，也久会讲大话。搁想看咧，一点仔火星嘛会互规个树林拢烧去。喙齿是火，伫咱的肢体中，喙齿是邪恶的世界，会污染咱规身躯。这个火是对地狱点倒的，会互人规个人生消灭。人会当互逐种野兽、白鸟、虫拖、甲鱼类驯服，其实嘛已经互因拢驯服啦。毋过无人会当互喙齿驯服，喙齿是无人控制袂调的邪恶，充满致命的毒。咱用喙齿学老主咱的爸，嘛用喙齿咒诅照上帝家己的形象所造的人。感谢甲咒诅的话，拢对共一个喙出。兄弟姊妹，安尼是无应该。对共一个泉源减话称出甜的甲苦的水。兄弟姊妹，无花果树减话生橄榄，葡萄树减话生无花果，咸的水源嘛袂出甜的水。恁中间什么人有智慧、有见识？若有，就用谦卑甲智慧通过家己的好品行表现出来。恁心内若有恶毒、嫉妒甲自私，就毋通夸口讲白贼抵得真理。这款智慧毋是对天顶来的，是属地上、属血气对魔鬼来的。因为有嫉妒甲自私，就有混乱甲逐项歹行为。对顶面来的智慧，第一是纯真，搁来是和平、温和、甲友善，充满慈悲、结好德行的果子，无偏私、无虚假。公义是促进和平的人，用和平也的种子所结的果子。